행계 공감사. 大家好， 대리강조 럽제 니스접된바 점제 시비치기.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第27课禁忌。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禁忌，西藏也不例外，而且可以说是禁忌比较多的一个地区。今天我们就其中部分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。您到藏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：听说藏族有不少禁忌，对吗？这个用藏语怎么说？ 고퇴라, 퓨리라, 점제, 망부, 요리, 쓰기. 填这边，听说藏族有不少禁忌，是吗？ 고퇴라, 퓨리라, 점제, 망부, 요리, 쓰기. 听这边，听说藏族有不少禁忌，是吗？ 고퇴라, 퓨리라, 점제, 망부, 요리, 쓰기. 听这边，听说藏族有不少禁忌，是吗？我们前面说了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禁忌，藏族也不例外。这个用藏语讲应该怎么说呢？ 미리, 소소로, 랑키, 점제, 요리, 퓨리야, 다시.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禁忌，藏族也不例外。 미리, 소소로, 쇠쇠, 점제, 요리, 퓨리야, 다시.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禁忌，藏族也不例外。 미리, 소소로, 랑랑키, 점제, 요리, 퓨리야, 다시. 每个民族有自己的禁忌，藏族也不例外。 미리, 소소로, 랑랑키, 점제, 요리, 퓨리야, 填这些。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禁忌，藏族也不例外。说到禁忌，我想知道到寺院应该注意些什么。首先，这个话用藏语怎么说？ 권배, 나라치나, 토나, 카레, 치고제. 到寺院里要注意些什么？ 권배, 나라, 치나, 토나, 카레, 치고제. 到寺院应该注意些什么？ 권배, 나라, 치나, 토나, 카레, 치고제. 到寺院要注意些什么？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，在藏区进寺庙时，不能吃大蒜，同样也不能戴帽子，而且你进了寺庙以后，不能用手指直接指佛像或者壁画等等。 권배, 나라, 치나, 토나, 카레, 치고제. 到寺院要注意些什么？ 转经的时候怎么走？这个用藏语怎么说？ 꼬로와 갭투 칸제스 조제. 转经时怎么走？ 꼬와 겹두 칸제스 조고제. 转经的时候怎么走？ 꼬와 겹두 칸제스 조고제. 转经的时候怎么走？ 꼬와 갭투 칸제스 조제. 转经的时候怎么走呢？那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，在藏区大部分转经的时候应该是顺时针走的。刚才我们讲到了到寺院时应该注意些什么，下面我们再学一句：进寺院的大殿等时，最好摘下帽子，以示尊重。这个用藏语怎么讲？ 권배 독한 소나라 주두特别穷呢，什么표현에 관심 전바라 제거지. 进寺院大殿等时，最好摘下帽子，以示尊重。 권배 독한 소나라 주두特别穷呢，什么표현에 관심 전바라 제거. 进寺院大殿等时，最好摘下帽子，以示尊重。 권배 독한 소나 주두特别穷呢，什么표현에 관심 전바라 제거지. 进寺院
大殿等时，最好摘下帽子，以示尊重。比如说，在藏区，有人去世了，那么我们去探望他的时候，有一些禁忌。我们先来学一下这个句子：亡人的母亲去世了，我们一块儿去安慰一下他吧。这个用藏语怎么说？亡人去阿姆拉床下，俺出念头看了sem出去当个贴头。亡人的母亲去世了，我们一起去安慰他一下吧。亡人去阿姆拉床下，俺出念头看了sem出当个着度。亡人的母亲去世了，我们一块儿去安慰一下他吧。亡人给阿姆拉床下，俺出念头看了sem出当个着度。亡人的母亲去世了，我们一块儿去安慰一下他吧。人去世了，就不能说不吉利的话，对吧？是的。不能说不吉利的话，这个用藏语怎么说？占么细约，给着谢缺给马日，不能说不吉利的话。占么细别给着谢缺给马日，不能说不吉利的话。占么细别给着谢缺给马日，不能说不吉利的话。藏族人还有一些忌讳，比如说他不会随便乱吃肉，对吧？是这样。藏族人一般不吃驴肉、马肉还有狗肉，这个用藏语怎么说？普利基蓬西堂大虾其实极大4个马日。藏族人一般不吃驴肉、马肉、狗肉。普利基蓬西堂大虾其实极大4个马日。藏族人一般不吃驴肉、马肉和狗肉。普利基蓬西堂大虾其实极大4个马日。藏族人一般不吃驴肉、马肉、狗肉。藏族家庭还有一些禁忌，比如说脚不能蹬在灶台上，也不能坐在灶台上。这一句用藏语应该怎么说？特干拉刚不下骨住极大切出个马日，脚不能蹬在灶台上，也不能坐在灶台上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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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数民族有这样一类的一些禁忌，所以我们要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，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。这个用藏语怎么说？承认米利基与虽共系拉尊重切古古时，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。承认米利基与虽共系拉尊重切古古时，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。前面我们学习了有关禁忌一课的比较常用的句子，根据课文内容，下面我们来重点学习2种比较重要的句型。下面我们进行重点句型的替换练习。第一种句型是什么什么要注意些什么。卡巴卡巴主对托拿企业卡里卡里有些。比如到牧区去要注意些什么。走亏了主对托拿切果呀卡里卡里
要这。到牧区去要注意些什么？周亏了，注对，托拿切鬼呀，卡日要这。到牧区去要注意些什么？到别人家要注意些什么？米先别难了，注对，托拿切鬼呀，卡日要这。到别人家要注意些什么？米先别拿了，注对，托拿切鬼呀，卡日要这。到别人家要注意些什么？参加婚礼要注意些什么？인지 재고로注对，托拿切鬼呀，卡日要这。参加婚礼要注意些什么？인지 재고로注对，托拿切鬼呀，卡日要这。参加婚礼要注意些什么？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二种句型。第二种句型是不能什么什么什么。卡里，你用。比如，不能说脏话。接着，做吧，学米用。不能说脏话。接着，做吧，学米用。不能说脏话。不能打猎。리다 객 미종不能打猎。리다 객 미종不能打猎。不能高声喧哗。깨져로 객 미종不能高声喧哗。깨져 객 미종不能高声喧哗。前面我们学习了两种比较重要的句型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句型在实际生活当中是如何运用的。랭이기 빈치 쳐라 텐디오 고테마다 개척이요 말이. 띠좀 대가리나. 뷰리기 때 짜마시바 실지요리. 하고서. 로사 등도 좀 봐. 밀시시 등기당 야리 개교. 시와다 나와 차와 교와 세바서 짜마시베 개치대주 세교요 말이. 띠좀 대가리나. 뷰리기 로사 등도 짜마시베 개치대주 세는 미디 로디낭 남릉 그 말이. 告诉图纸姐。前面我们在学习课文和情景对话当中遇到了很多生词，下面我们要对这些生词进行重点学习。你蹲吧，第27。你蹲吧，第27。托拿起，注意。托拿起，注意。他个，这样。他个，这样。怎么竞技。怎么竞技。螃蟹，驴肉。螃蟹，驴肉。大虾，马肉。大虾，马肉。高瓦尔着，转经。高瓦尔着，转经。鸡血，狗肉。鸡血。狗肉。特造。特造。铺摘脱。铺摘脱。小木帽子。小木帽子。苦心敬意。苦心敬意。虫去世。虫去世。心苏当安慰。心苏当安慰。成牛米利少数民族。成牛米利少数民族。边呢？例如。边呢？例如。接着做吧，脏话。接着做吧，脏话。去了，给打猎。去了，给打猎。接着
嘎，高声喧哗。耶角儿嘎，高声喧哗。高啊嘎，绕转圈。高啊嘎，绕转圈。刚吧给脚登上。刚吧给脚登上。骨足坐。骨足坐。叶右。叶右。马尼杜蓬马尼堆。马尼杜蓬马尼堆。缺堤佛塔。缺堤佛塔。吉他等等。吉他等等。快快熊熊且恭恭敬敬。快快熊熊且恭恭敬敬。捏捏亲人。捏捏亲人。翘了退出远门。翘了退出远门。开夹扫地。开夹扫地。谢谢东骂。谢谢东骂。夹瑞夹打架。夹瑞夹打架。秀啊死。秀啊死。拿啊病。拿啊病。操啊痛。操啊痛。够啊穷悲伤。够啊穷悲伤。塞吧杀。塞吧杀。气自言。气自言。没见吧年长者。没见吧年长者。写撒敬语。写撒敬语。骨架椅子。骨架椅子。点垫子。点垫子。击中且盘腿加夫。击中且盘腿加夫。伸足无名指。伸足无名指。合前波大口。合前波大口。坡了吧玩。坡了吧玩。科部落倒扣。科部落倒扣。前面我们学习了有关竞技的常用句子、词汇，我们还进行了情景练习。了解了这些竞技之后，您以后到西藏去可要注意些哦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，学弟结果。下堂课见。